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日頭條，我是主播小飛。今天是3月27日。今天我們首先關注烏克蘭的防空能力。據英國國防部宣布，他們將額外撥款1億英鎊，用於加強烏克蘭的防空系統。這筆資金將用於採購先進的防空裝備，以協助烏克蘭抵禦來自俄羅斯不斷的空襲威脅。根據 DW.com 的報道，英國和德國近期都承諾將提供進一步的軍援，顯示西方國家持續支持烏克蘭的決心。這項決定是在烏克蘭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做出的，特別是俄羅斯持續利用無人機和飛彈攻擊烏克蘭的基礎設施。商傳媒指出，烏克蘭與英國正在深化國防合作，簽署了宣言，目標就是聯產軍武，強化空防。中時新聞網也提到，英國反無人機防空炮泰拉英聖騎士已經確定在烏克蘭防空部隊服役，顯示英國在具體技術支援上的投入。這件事影響可不小，它不僅會提升烏克蘭的自衛能力，也再次向國際社會傳達，西方國家不會坐視烏克蘭孤軍奮戰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自由軍務頻道提到，英國正開啟步兵模式，量產無人機殺手，專門用來對抗俄軍的無人機。這在戰場上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這項支援的重要性在於，華盛頓郵報曾獨家報道，隨着對伊朗的戰爭拖長，美軍的關鍵彈藥耗盡，五角大廈正考慮將對烏克蘭的軍援挪用至中東，這就凸顯了其他盟友，像是英國，在此時挺身而出的關鍵作用。英國金融時報也指出，俄羅斯總統普廷坦承國庫吃緊，首次開口要寡頭富豪捐款。這也側面反映了俄羅斯在長期衝突中面臨的經濟壓力。總體來看，英國的這筆新援助不僅是物質上的支持，更是對烏克蘭士氣和國際信心的重要鼓舞，也可能間接影響俄羅斯的戰略部署。接着將目光轉向亞洲。據自由時報電子報報道，日本政府正計劃暫時解除對燃煤電廠的限制，以確保穩定的電力供應，因應中東戰火對能源市場造成的衝擊。根據法新社的報道和日本時事通訊社的說法，日本經濟產業省將於今日宣布這項提案，旨在透過取消溫室氣體排放規定來促進煤炭的使用。大家想想看，這項決定雖然是為了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，但同時也凸顯了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對能源政策的直接影響。此前，日本電力供應商一直被要求遵守嚴格的排放標準。而現在，為了應對中東衝突可能帶來的能源危機，特別是石油供應的不確定性，日本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權宜之計。經濟日報也指出，中東戰事引發能源動盪，日本已增加燃煤發電。這表明，即使在推動綠色能源轉型的全球趨勢下，能源安全仍然是各國政府不得不優先考量的問題，尤其是在國際局勢不穩定的時刻。此舉將有助於日本在短期內確保國內供電無虞，避免因能源短缺引發的社會問題，但長期來看，這無疑將對其氣候目標構成壓力。再來看看美國白宮的最新動態。根據 INT News 在 X 上的最新推文，白宮已經發布了自己的官方手機應用程式，宣稱這個 App 將提供直播、實時更新、第一手資訊，絕無虛假。這項舉措顯然是為了在資訊爆炸的時代，提供民眾一個直接且可信的官方資訊管道，以對抗假新聞和不實謠言的散播。尤其在當前，各種社交媒體充斥着未經證實的消息，白宮此舉是試圖重新掌握資訊發布的主導權。過去，許多關於美國政府的信息往往透過第三方媒體或社交平台傳播，難免經過解讀或誤傳。這個官方 App 的推出，代表着白宮希望能夠更直接、更透明地與美國民眾溝通，確保重要政策和聲明能夠以最真實的面貌呈現。這也反映出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對於資訊真實性的重視，尤其是在伊朗戰爭等國際事件上，希望能即時澄清不實信息，提供最準確的消息。最後，我們來關注古巴的政治體制問題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可·盧比奧近日對古巴體制進行了嚴厲批判，他指出這個政權的無能導致古巴人民無法成功。根據大紀元的報道，盧比奧強調，古巴人走遍世界各地都能取得成功，唯獨在自己的國家古巴，他們卻無法實現抱負。這種說法直指古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，剝奪了人民發展的機會。
古巴近年來飽受經濟困境和物資短缺的困擾。INONEWS 今日新聞曾報道，古巴全國在一周內2度大停電，這就是其基礎設施落後和經濟衰敗的明顯證據。看中國新聞網也指出，古巴在今年3月就發生了全國電力系統全面崩潰的狀況，這已經是1個月內的第3次，顯示其經濟問題的嚴重性。盧比奧的批判，無疑是加大了對古巴現有體制的壓力，也為那些渴望改變的古巴人民發聲。他認為，這種體制扼殺了個體創造力與追求成功的機會，讓曾經被稱為加勒比明珠的國家失去了往日的輝煌。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。